这个社宅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要获取这个基地最大的好处。它面东面西开阔，所以我们面东面西总共有12个空中花园。空中花园它是没有建筑容积的，所以才能够通透。整合之后，我们多了空中开放空间，总户数没有少，因为是我们做整体的容积调派。这个空中花园走在每一层的走廊，都会有光线流进来，所以这是一个不折不扣舒适的阳光宅。空间完成之后，大家是在这里除了居住之外，有沟通，这个就是社会住宅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之一，而不是全部挤压在一栋建筑物，除了居住没有其他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2楼4个吧台亭，以及2楼的洗衣空间、公设空间。这个地方的公设是毫不吝啬的发放给所有居住的人，而且包含路过的市民。所以你可以看到1楼的中庭贯穿了在西边的台南公园、东边的成大力行校区，以及未来铁路地下化以后的遗址公园。所以我们把地面的开放空间还给大家，所以除了居住的居民之外，路过的市民也可以共享。宜居小东呢，这次招租有376户，那其中有分3个房型，一房型有221户，那2房型有122户，3房型有33户。那我们目前受理的期间呢，总共有3150件的一个受理申请。那我们预计是在3月份的时候，会在做这个线上直播的抽签。目前入住预期是6月1号开始做起租入住。1楼的部分，咱还有迄个幼儿园，还有公托，还有日照中心，这个部分让未来对咱这个环境有提升真好的品质啦，大家拢认为讲伊的租金较贵啦，其实咱是以这个市价的4折到8折，你当然袂当去加林地较比啊，且是精华区像这个部分有这个差别，嘛，互居民知影咱遮的迄个品质这个地点做好，面对公园，佮有车站，未来佮伫咱的高铁地下化遮的公园这个服务设施边佮有城台所以遮会当帮咱的居民提供上好的服务。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个地方地点非常好，就在小东地下道上来，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交通四通八达，是缝合都市的第一线。那也是在台南公园的正对面，距离车站近，距离成大以及成大医院以及这个公园都非常方便。那这个地方是首屈一指的社宅。台南的社宅政策，事实上从赖清德总统担任市长的时候开始规划，我们现在开始一户一户的完成，现在是收成期。那配合中央的安居，台南的市政府的宜居，能够共同打造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居住正义的一个社宅政策，还有加上包租代管，还有加上租金补贴，这些能够大幅降低民众的负担，能够让民众这个有更好的一个居住品质。总之，今天的宜居小东是最棒的社宅之一。好，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期待。大家好，我是杨春怀，欢迎收看3月10日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
台南是全台湾上重要的羊棚龟产区，每10粒羊棚龟就有6粒是来自台南。后壁区公所为着推荐当地品质口感一流的羊棚龟，将伫咧3月2日推出好食节系列活动。市长黄伟綽12号嘛到场代言，邀请全国民众来到后壁品尝上香甜的羊棚龟，并把握3月10日进前欣赏国际蓝灯。后壁区除了有世界级的兰花工艺甲升级园区，其实伫遮嘛是生产羊棚龟重要产地。据了解，全台湾16羊棚龟都有6粒来自台南，所以后壁区公所为了推荐大家拢来品尝口感品质一流的各种棚龟，3月2日将规划羊棚龟好食节的系列活动。市长吴伟綽嘛亲自到场代言，邀请大家把时间来欣赏蓝灯食羊棚龟。2、1，羊相关好时节正式展开。很多台湾民众很喜欢去日本，再去日本吃日本的洋香瓜，事实上比台湾贵3倍以上哦。那一颗至少要2000块到4000块台币，这是最一般的。但是来到台湾吃的这个我们后壁的洋香瓜，不但品质更好，然后这个 CP 值更高。我相信从日本来的这个民众，他都会爱上台湾的洋香瓜，爱上我们后壁的洋香瓜。所以3月22日一定来后壁，一定来参加我们洋香瓜节，一定来订购我们最棒的洋香瓜。为了互民众看见产地青果的无限创意，记者会中嘛展示由后壁商圈特色品牌所赞助的创意料理，对青汁到甜点以及入菜多元化，邀请民众到时拢当到场来试食。同时，为了体贴游客，今年嘛全力推动栽培服务，透过数位转型甲产销的人手，互后壁用香龟美味会当轻松送到全台湾每一个家庭。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已经迈入第13档的客家小规划文化节活动，3月14会伫咧客家区光华社区顶场，整个园区面积大约2.6公顷，有家花期长达1个半月，将吸引大批民众前往赏花。一年一度客家树葵花文化节的活动，将伫这个礼拜六14号来登场。伫个景观专区，除了主要的花卉、高耸亮丽的树葵花以外，今年更加新增加真侪花卉，有火焰的鸡冠花、粉萼鼠尾草、红梨、油菜、万寿菊等，互花产展现更加丰富，甲热岛展厝的色彩景观。咱今年啊，咱树葵花的面积咧，有2.6公顷啦，除了咱的主题花，就是咱的树葵花，除外咧。今年同款，咱又搁增加有一个清香，这花卉啦，这真水，这较早较无啥共。来嘛是有咱的百花草，咱的红梨，搁有咱的万寿菊，等等。当然啦，这个陪衬花卉就是咱已经看到这，这就是咱的鼠尾草，搁兼咱的火焰鸡冠，这今年，我知影发了较慢淡薄啊，但是无要紧，咱的花期。有2个月，咱会当好豆豆大，慢慢水，会当得咱民众安尼全国的爱看树葵花的乡亲呢，会当做伙慢慢来看。连续13档举办的客家树葵花文化节的活动，区公所嘛特别感谢主席奖每年来赞助主灯。今年的主灯设计以客家的特产西瓜为主题。结合童话中的南瓜马车的意象，打造出兼具在地农产特色的西瓜马车。另外，现场嘛有野生动物园的大型玩偶吉祥物，预计花期大约有2个月，欢迎民众踊跃来客家赏花。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中仁高中庆祝创校140周年，12号盛大举行盛会团结活动，对发源地万中社区一路沿着创校初期脚印，传回今摆校园，展现教育精神甲优良传统的影视流传。
1885年，台湾上早创立的中营中学，为庆祝140周年的校庆，12号上午举行盛会传递活动，对着创校的发源地，现在的万中社区来应援盛会。由着中营中学的盛会队以着路跑的方式来接力，实行台南职业见证教育甲着医疗历史的传递点。最后，等下到校园。由着校长甲着所有的贵宾列队来欢迎，象征一帮接一帮。今天是长荣中学140周年校庆运动会，我们举行圣火传递活动。我们期待从旧大门跑到林森路的新大门，不仅仅是圣火火炬的传递，更是象征我们要开创新局的一个开始。感谢所有参与的好朋友。伫个学校董事会甲着校长的带领，包括家长会总会长、校友总会长以及校内的主管，做伙举着盛会来设校园。民意代表包括立委陈廷辉、甲着议员曾子杰，嘛拢到场来参与。希望盛会会用个传承后一个140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可以来跑圣火因为我也是这个长荣中学校友的女儿因为我的爸爸也是长荣中学的校友，他可以说在长荣中学得到很多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培育所以我相信今天这个传承从旧校门跑到新的正门口，这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承，也是一个历史的记忆。我们也要跟大家说，长荣中学这140周年是怎么一路走到现在的。那我们希望说，我们要面对的是下一个140周年，希望可以开创一个不一样的新局跟另外一个高峰。现场嘛有日本的姊妹校、圣港中央高等学校、教学校来交流。最后，全校的师生伫个大门口来唱校歌，为13号将要登场的运动会来注入强大的凝聚力。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成立60周年，台南道馆举办和平饮食、福马奔腾新春茶会，透过文化表演、公益讲座以及活动体验，邀请各界民众做伙贴心的一档，传达良心甲正向能量。热烈的人赛表演，配合功夫少年展现活力，带来新春报喜的热烈气氛。由这位师姐组成的乐活手语阵，演绎良心时代歌曲，传达良心文化甲正向能量。和平永续，福马奔腾。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成立60周年，台南道馆举办新春茶会，焦点仪式当中，各界贵宾手提象征福马奔腾的春联，象征切马前行、马上行动的决心。爱与和平是人类共同的心愿，是人的良心，是地球和谐永续的根本。在滚滚红尘之中，心怀世人。以慈悲宽容的胸怀及大无畏的勇气，持之以恒的耐心，坚持做对的事，是无辈修行之人的天职使命。活动除了文化展演，也有公益讲座，以和平饮食、人生智慧为主题，分成2场主题演讲，希望较侪人关注良心甲和平，互正向力量伫社会当中持续扩散。现场设置一连串的闯关关卡，传统文化结合科技互动，设计两古堡游戏，更有祝福遗憾的太极智慧转运站，接到人生福气，互民众伫欢庆年节的同时，嘛感受满满的热情甲活力。台南新闻综合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
台南嘉里金东店曾经提下金氏世界纪录的8足真人夜光灯，展开3天绕境，由108位囡仔组成，分别扮演36天宫甲72地煞，象征守护人间、驱瘟除煞。今年庙方竟正式申请要登录台南市无形文化资产，希望夜光灯不只是庙会顶头，而是有高度文化价值的民俗价值。对着镜头开心比耶，小女童戴上头套，扮演36天罡的田百姓，模样超可爱。真人蜈蚣阵上面坐着108位神童，今年年纪最小的只有1岁7个月大，清晨6点就出发绕境，2点就要起床准备了，辛苦是一定会啦。那主要我们是想要就是去祈求平安，想让保健康啊，好有气啊呢。小朋友们起得太早，不少人在蜈蚣阵上睡得东倒西歪，爸妈陪同沿途丢糖果、饼干、小礼物，两旁围满信众，伸长手去接。台南嘉里金堂店每3年举办一次骁龙香科，当中万众瞩目的真人蜈蚣阵，全长超过201公尺，创下金氏世界纪录。去游湾角头，阮17角头历史传承的这个庙宇吼，来做这个巡视啦，吼，就是介主要是讲辟邪。那阮迄个夜光灯顶管吼，阮有坐108的神童，哦，主要是36天罡跟72地煞呢。名列南瀛5大香科之一的骁龙香科，历史可追溯至清朝1720年，是最完整的文王教典，曾经中断80多年，民国71年恢复。从王传、王府等许多仪式，庙方都按照古礼来办。这回更以真人蜈蚣阵来向台南市政府申请无形文化资产，包括整个内底布置，包括整个流程的运作，包括人员的操作，阮香科会尽全力来做这个工作吼，因为毕竟咱已经13科吼，进入14科吼，所以咱整个活动会使讲大家尽全力要来甲推动吼。站在一个文资保存这个立场，那我们是乐于看到庙方主动来提报这样子无形文资的一个申请。那我们受理之后，后面还有一些属于无形文资上面真实性的一个保存、维护跟辅导。蜈蚣阵制作涉及木作、彩绘与阵头训练等多项技艺，希望透过制度保存与文化推广，让这项100年义阵持续传承，也让更多人看见台南丰富的庙会文化。记者邱怀台的报道。为了推广环境影响，林德区公所选定在秋节这天，邀请幼儿园的小朋友做伙伫林德地方池边啊种下树栽，除了互环保生态教育向下定基，嘛期待互原本受风灾、旱灾影响的环境，会当重现过去3、4月期间美丽花海。每逢3、4月期间，位于仁德之心志洪池畔400多株花旗木等粉红色花海蔓延数百公尺，总是吸引许多民众来散步赏花。不过几年来受风灾、旱灾影响，其实减损不少，花况也不如往年。所以台南市仁德区公所为了重现花海美景，特别选在3月12号植树节当天，邀请许多明代贵宾共同来植树见证。1铲土，播下希望；2铲土，绿意成长。年的一个丹纳斯台风，我们发现这边种植的一些树木有逐渐减少的迹象植树的活动呢希望可以透过大家种植树木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清水的空间恢复绿意大家一起打造一个永续的一个环境。好，我们等一下把它种下去它就会长大。对。好，我们吴宇环议员的秘书还有我们嘉兴议员的秘书。现场议员也和仁德幼儿园所有小朋友一起合作，将树苗一一埋入土壤，种树过程充满欢乐和温馨的气氛。植树节活动不只是关心土地、推广环境教育，也成为世代交流和情感连结珍贵的时刻。
漳州公墓的边仔遐嘛是有一片树嘛吼，我会记得我做乡民代表的时阵，83年嘛有伫遐种过一丛，即摆已经拢足悬啦吼。啊，甲伫咱后山这边啦，啊，今仔日吼，因为咱的即个志宏厝吼嘛已经开发真久啊啦吼，所以讲吼，今仔日会当选择伫遮即个种即个树啊，意义非常好啦。区公所表示，今年植树节活动不只有现场种树，公所还会提供桂花、扶桑花等树苗，让民众免费索取，共同为地球减碳尽一份心力。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桃园市政府为着推广客语传承，结合科技开发出全国首创的桃园大客家 AI 学习系统。这套系统只要拍开网站就会当用，还佫特别结合 AI 开讲机器人甲闯关游戏。市长张善政表示，这毋那是科技甲文化结合，未来甚至考虑甲这套技术推广到原住民族语的学习顶悬。桃园市客家局于8号在平镇联心国际医院举办桃园大客家客语学习系统成果发表会，现场不仅有实机体验，更请来体育主播徐展元和新闻主播李文怡担任代言人。这套系统取名为 TAI， 就是 TAI， 结合桃园英文拼音里的 T 以及 AI 科技，读音刚好就是客家话的大，象征桃园要带领客家文化走向更大的未来。桃园市长张善政亲自出席发表会，他强调桃园拥有全台最多的客家人口，这套系统是为了让语言学习突破时空的限制。客家局花了2年时间，用人工智慧技术开发的客家话的学习的 APP， 今天正式宣布。那么这个客家话学习的 APP 叫做桃园大客家桃园台哈卡。那么有3个功能，第一个就是对话，第2个是翻译，第3个是闯关游戏。那么我想学习语言的 APP 其实外面很多，但是能够结合人工智慧的，我想这是非常少的。我们桃园市政府在智慧城市里面把它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今天正式宣布，希望有心学客家话的朋友都可以来多多利用。那我们下一步呢，准备把这个架构、这个工具推展到学习原住民上面，原住民的语言上面。但我们也期待说，过1-2年，我们学习原住民的语言工具也会马上跟上来，让我们桃园这个多族群的城市，不管在客家话、在原住民语言上面，都能够推动的非常顺利。为了让学习更有趣，客家事务局在系统设计上下足功夫，特别创造了2个虚拟角色，活泼的阿哈和温柔的艾卡。客家局长范江泰基表示，语言一旦流失，文化也会跟着消失，因此他们希望透过 AI 角色降低大家口说客语的心理门槛。因为我们这个 Web App 系统，我们就希望说，如果是客家人，那你可以透过这个系统来持续的练习。那如果你不是客家人也没关系，我们有最简单的方式来进入我们客家的环境，比如说，你可以用华语问。好，然后你可以听客语的回答，或者是说你可以用闯关游戏，因为里面就有句子啦、有单词啦、有对话的选择等等，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兼具简易，然后方便，24小时都能够使用这样子的系统来学习客语。今天正式公布了之后呢，我们就会用空战跟陆战的方式，我们来推广这个系统哈，所以我们会借助着包括像电视啦、广播啦等等的行销的宣传。那陆战的话，我们也会进入学校的系统啊，然后也会请新传师他们在开课的时候也帮我们推广啊。我们希望说能够遍地开花，让这个系统能够在想要学习客家的人身上都可以用得到。这套强大的系统幕后工程是国立联合大学客家学院负责开发的张成基教授。他指出，这不只是一个翻译机，更像是一个可以陪你聊天的朋友。团队在 AI 的语料训练上特别强调日常对话的真实感。
除了那种平常课程上面的那种教学之外，很强调就是说，可以那种日常的对话。那我们这个 APP 呢，也可以让这个上班族呢，他们如果要学习的话呢，也可以很简便例如说，它可以用这种聊天的功能 ，AI 聊天的功能，那也可以用 AI 翻译的功能例如说，他可能今天要打招呼啊，要怎么打招呼，说早安怎么讲，晚安怎么讲，那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翻译系统。那如果你不会念也没有关系，那我们有特别提供有一个附送的功能，就是说，如果你完全不会客语，那你想要玩这个游戏，那你可以按这个里面有一个按钮呢，是可以让你朗读的，所以你可以先听完一小段的客语，然后你就可以跟着他念。发表会现场，身为代言人的热血主播徐展元也现身说法。身为客家人的他，现场试完了闯关测验，对于系统的即时回馈功能大呼过瘾，还用他招牌的口头禅大赞这个系统。从变形的什么的规模来哦，全来打！从基础单字到日常对话，还能透过闯关游戏累积星级与徽章，完成挑战还能获得市长亲笔署名的数位奖章。桃园市府透过 AI 科技，要让客语学习变得时尚又好玩。即日起，只要上网搜寻桃园大客家，就能免费使用，让 AI 陪你说出一口流利的客家话。记者曹小谈上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我不要得肠病毒，玩具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卫生，肠病毒远离我。什么很赚？我外甥凯凯最近一直劝我跟他一起买股票，20%。他可能跟别人买了投资报酬率高的理财产品，报酬率高，风险也会很高哦。我只是想领个钱给我的家人，你有需要问这么多吗？即使是家人推荐呐，也要考虑产品适不适合自己。购买理财商品需符合自身能力，投资前需了解商品预期风险损失，小心金融剥削。保定，准备好玩票大的了吗 ？Let's go！ 沈大哥，等等，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115年起，驾照换照年龄下修至70岁哦。换照时不只要体格检查，75岁时还要做认知功能测验，还免费提供最新交通安全法规教育训练。提早70来换照，多做主宰，啪啪照。
今天我载你。OK， 政策上路之后记得去换照哦。在职业生涯马拉松的比赛，照顾囡仔是大人，甲继续做工课的双重压力，就亲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气。不要紧，补给站就伫头前，对外口减负担，对内底补资源。社福职场系统优化，顾老摇囡仔同齐来。